2月2號，世界南投日，因為台江旅遊之間發現海尾路綠島兩邊的氣溫都有大批白靈絲輕鬆咧拍日頭，好運也會當看見烏雲立飛。加上之間調查，而且也有一大群的鸕鶿停留喺樹頭四季飛，以及各種水鴨透露來台灣過冬真實的生態景觀。經家長帶囡仔把寒假進前來這散步觀察，成為真好的生態環境教育。鳳頭前鴨，赤頸鴨、赤頸鴨、尖尾鴨、尖尾鴨，你會覺得很特別？有一點特別。就是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會帶他們賞鳥啊，對。然後我覺得我們台南，尤其是台江安南區這一塊，就是生態資源非常豐富。對，那我們自己本身也有參與鳥會的活動，對，所以就是我覺得讓孩子接近大自然，然後去觀察鳥類，可以就是喚醒他們的那個感官，對，然後又可以融入這個環境。迎接台江見證200檔甲世界南投日的節氣，其實小台江社團成立10幾年來，和蘇姓以河川為構設，則會在海淀國小頭前的嘉南大圳淨灘隨機檢測，並且進行早潮式觀察。日前調查發現，這竟然有高達7個品種，有388隻數量，感受環境改變以後的生態性格。現在那個水質有計劃改善啊，然後動植物都回來了，然後我們之前看不到螃蟹，他們也都回來。因為之前我們垃圾太多，他們出來也只有1-2隻而已，所以現在出來的數量越多，就會覺得我們近期會對這個環境有很大的改善。看到這個招潮蟹對海邊10多公里倒轉來到這個海淀國小的頭前，這個當中代表講，咱用環境的學習、環境的地理運動，三代人做伙打拼，會當予咱後一代子孫有一個美好的生態環境。這是世界南投日，咱應該愛去這個反省的道理。特別是佇海尾這個海尾路綠島這裡，這兩邊氣溫這向時嘛是咱台江內海的濕地啦吼。即馬是變做是一個溫坪，而且溫坪有臘杯、有水鴨，等等，伊攏佇這個秋冬的時陣來這裡咱來度冬。這嘛是咱在地非常好的一個生態環境，咱免咱來思考利用這個溫坪來發展到咱的生態教育，咱的觀光，這是咱後一階段運動來打拼的代誌。台江人持續的生態學習行動，借着世界南投日之間，除了喚起大家珍惜環境、守護大自然，努力找回過去看無的紅樹林等景觀，嘛，互日後學生唔免佇課本看標本，行出戶外的看有。重新思考回到土地，聽惜上天所享受的美好。台南新聞管制何秋芳採訪報道。